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5月24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川普甲赖总统敢会针对军售案来通电话？路透社报道，台美已经有咧讨论，不过目前也无计划。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讲，新产品马巴乳品的规模真大，台湾会有150间厂商参与制造。美国白宫又搁传出枪案，有一个查甫人先对特勤人员开枪，后来伊嘛着枪送病院救无转来。美国总统川普敢会针对军售案，甲咱的总统赖清德来通电话？根据路透社报道，台美是已经有咧讨论，不过目前也未有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嘛讲，目前是无任何的消息。因那咱的行政院长杜英台是强调讲，双方的沟通真顺利。美国总统川普顶日2摆表示，可能会就对待军售议题甲赖清德总统通话。外国媒体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讲法，指出台美官员已经就通话可能性进行接触，也不过到达无确定任何具体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回应，目前无消息会当提供。To join a call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Lai Ching-te of Taiwan, if that call happens, and can you tell us if preparations are underway for that as the president has? Yeah, I don't have any news on that for you today. I don't. 路透社也报道，北京已经经过华府拿传来进行通话，可能损害美中双边关系，甚至互全社会出题的进展放水流。行政院长杜英台接受专访的时强调，台美各战机沟通真顺畅。我觉得这通电话或目前的台湾议题比较像是美中交手的议题，好的时候我可能用一下，不好的时候我可能借由台湾议题也可以反方向来使用，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的地方。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社群平台透露，台湾的情感侦情报显示，中国伫过去几日已经伫第一岛联系口位部署超过100架专人，批评中国是破坏现状，威胁区域和平稳定的问题根源。没有中华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经我国许可，禁止在此作业，请立刻将你的采样仪器收回，立刻离开。海巡署理公布5月份2摆发现中国籍动车号可验准出离伫咱国水域，做非法调查作业，佮掌握中国有120多架可验准中，但又有41架定伫台海西口位活动。23开始，国防部也整合4架处攻击甲6只强拦胶带。发射！另外，咱国向美国买的海马斯多管飞机系统，大约新台票8亿的到期款项会伫31到期。国防部已经以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机，先以国防部年度预算来定。公文已经报送行政院邮资计总处厂办中。记者综合报道。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昨已经到台湾，伊强调讲，下半年回答会推出新一代的人工智慧运算平台 Vera Rubin， 这会是回答业内甚至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产品。台湾会有150间厂商参与制造。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提前23来台，随送大礼包，强调回答下半年特别推出新一代人工智慧运算平台 Vera Rubin， 若是回答规模上大、速度上紧的产品，也要邀请台湾的150间供应商同伴同齐参与。Grace Blackwell, as you know, is in full production and will be in full production for many more quarters. Meanwhile, Vera Rubin is ramping up at the same time, so Taiwan is going to be very busy the second half. 行程真满的黄仁勋也出现伫自家办的活动，伊讲两期的是后一个 ChatGPT， 那 OpenClaw 是代理型电脑的作业系统。Because OpenClaw is open source, everybody can learn how to use it. And so this harness is called a harness, essentially an operating system around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 This harness is extremely useful and it's really good to learn how to use. 黄仁勋这摆来台，除了礼拜要甲蒋庆莲同伴食饭，6月初也要参加 GTC 台北，也阁有台北国际电脑展活动。黄仁勋陆续甲台湾主要科技供应链高层进行闭门会议，确认下半年 AI 晶片出货产能配置，也有新世代产品方向。专家认为，台湾供应链包括晶圆代工、先进封装等，会伫 AI 市场中扮演核心角色。即使是非常忙、非常紧。而且很可能改成了所谓的2班、3班的轮流制的时候的话，
也都可以赶工将它做得出来。从晶片一路到伺服器，到整个算力中心的solution，到个人装置的这种solution，我们基本上通通能包办。然后就是在一个3到4个小时的这种聚落的链接上，都可以做得到。日本唔若小撮甲台湾供应链合作的好消息，接落来也可能出席日期的回答北投树林科技园区的动土仪式，回答伫台湾 AI 供应链布局会进入关键时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山西一个炭坑发生假事爆炸，上无是82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也目前阁有2个人也被找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要查清楚事故原因。也若咱的总统赖清德阁有行政院长杜英泰，拢伫咧社群平台用简体字铺文表达关心。大批救护车甲搜救队伍集结，气氛紧张。中国煤矿东镇山西省日暗7点29分，传出严重的假事爆炸意外。发生事故的山西庆元县的老新窑煤矿，代志发生迄当时，涂骹底有达到247名工人正咧作业。汹汹来的激烈爆炸，互大批矿工掉伫涂骹底。截止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死亡。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寻找。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自行回家。全体官员站起来为罹难者默哀，因为至少夺走82条人命的大型意外，加做当地自2009年以来上惨重的矿灾。大批伤患陆续奉送医救治，地方官员也赶去病房探视。乡镇的矿工面对这样惨重的灾害，矿场敢是有公安还是违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随即作出指示，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为。这件最近几年中国上严重的矿灾，同款引起咱国府院高度关注。总统赖清德伫 X 平台以简体字发文表示，非常的贴心，向罹难者致上哀悼，佮强调台湾愿意伫必要的时提供人道协助。行政院长杜英泰伫并且发文对伤亡者甲家属表达关切，除了照管受伤的人早日康复，也毋望当地后处互援中介家族一切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台中72路公车站有一个阿伯，因为被副路车接头钻去互车门夹底，司机阁追伊驶走。其他的乘客看到是赶紧划停车，嘛批评这个司机的态度真歹。公车业者表示讲，会过来甲这个司机记过处分。公车顶的乘客大声喊，希望司机随停车，因为详细看，一位白头毛中者的头，就互背后门夹着。司机当场反驳，专程互车顶的乘客翕落来破网批评。路大人狂夹的30秒，公车司机毋那是大细声，也说讲阿公家己毋落车。代志发生伫23下昼5点多，台中客运一台72路公车经过台中市南屯区黎明公交路口站发生的夹伤人的事件。当地民众有类似感受无好的坐车体验，其他公车司机也无认同这款的行为。这平常我们坐公车，我们还没有下车，已经要下车，结果他马上把门就关起来，结果会夹到的意思。他们就是司机没有管他，他就按照他的就开走了。不会让老人家这样子就走了啊！我这样很危险啊！我会等他完全下车，我再关门啊。台中客运业者表示，碰夹到的乘客事后并无反应受伤，家己离开。这位姓李的司机年资大约1年，确实无注意到落车乘客会记过处分。当时是前面有乘客下车，那名乘客就是关门前就要再下车，那驾驶是没有特别注意到，所以夹到他。我们就是会跟他记过，然后也在纠正他的行为啦。后续也会再带他行车影带，看他有没有做改善这样。台中市交通局强调，会对业者扣罚处分，搁对年度评鉴严加审核，后手会影响到营运补助款。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看高雄伫咧前镇区的行人公园，昨是发生一件攻击案，有一个查某家友雄雄出手，对一个3岁的查甫囡仔头甲扒落，讲是因为这个囡仔性格袂歹听话。家长随报案，警察嘛甲这个查某家友照伤害定罪移送地检署。他说你吃屎啊，你假晒啊！哎呀，我就拍到伊来涂骹啦。警方问这拍查甫囡仔查某人，高雄前镇区行人公园23下晡发生一个攻击事件，一对阿母带3岁后生去公园耍乐高马，一个4本的查某人对后壁拍这个囡仔的耳仔，造成囡仔对乐高马顶头摔落来，爸母惊一个，佫真生气，报警察。方女声称疑似遭孩童辱骂，情绪失控下竟徒手掌掴幼童左脸，造成脸部红肿。员警到场后立即控制现场情势，并将涉案方女带反锁厘清案情。家属后续已带孩童前往医院验伤，并将提出伤害告诉。查某人讲囡仔甲骂，抑过家长讲囡仔无甲伊讲话。经过了解，这查某人长期伫行人公园活动，无固定住的所在。公园其他游民讲，这查某人常常无代无志拍人，也是骂人。人啊，是只无安怎啊，就抗争啊。小狗也甲在去，在去倒安我倒。吃不饱咆哮了。咆哮一条无，会坏哀啊，会乱啊。壁边放真侪游民的物件，附近民众讲，部分的游民长期困伫公园的便所，毋但影响环境，也常常冤家吵闹，找公园清洁人员麻烦，互当地真困扰。足久啊，还几来年啊，有来来去去的，嘛有可能迄几个伫遐的啦，便所人嘛足困扰啊，然后伫遐要运动的人嘛足困扰啊。这消息我是拄头一边听到的啦，我听用伫遐烧麦啦。和民众运动休困散步的公园传出攻击事件，社会局接报了后已经来了解，警方依照伤害罪加2小法，甲4本的查某人移送地检署侦办，后续加强公园特殊维护，来确保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真热，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日，是一个住伫咧高雄前镇60多岁的男性。目前伊的接触者是拢无出现症状。高雄市卫生局嘛甲9个里列作警戒范围，加强消毒。黄山啊，雨季接要到位，南部的天狗日疫情已经有警报咯。工作人员伫巷仔内底喷药消毒，这个画面大家拢看过。因为今年国内头一个本土天狗日病例已经正式伫高雄出现啦，是一个住伫高雄市前镇区的60多岁查甫人，伊是做汽车修理的工作。5月23日出现发烧、头壳痛，还有肌肉酸痛，这症状去医生看，确诊为着第1型的天狗日。经个案密切接触的人有2个人无疑似症状，快速检查是阴性。疾管署讲，个案活动的所在以前镇区的徛街甲工作所在为主，稳重期无国外旅游史，所讲研判是本土病例。为了防止这疫情摊开，也希望找出稳重个案。高雄市卫生局甲前镇区甲林雅区总共9个里划定为警戒范围。对这个个案，4个位400公尺高风险的所在，展开严密的清洁消毒。高雄23同一天也公布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是2个科技大学学生，对马来西亚自助旅行回国了后发病确诊，属有天狗日第3型。根据统计，国内今年到即阵总计64例天狗日确诊，其中1例是本土病例，另外63例境外移入，拢是东南亚甲南亚国家移入的。疾管署呼吁民众若出现疑似的症状，要赶紧叫医生看，并且甲医生讲，捌去过倒一寡所在旅游。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巨蛋昨暗举办棒球比赛，有邀请韩国的歌手赛来唱歌，现场闹猜猜，不过附近的住户煞笑袂出来。因讲规间厝拢对咧叮当，实在真困扰。台北市府表示讲，已经要求巨蛋公司伫咧6月之前要提出改善的方案。看到店内底水一直海来海去，若无讲也以为是发生地震。原来是23暗时大巨蛋举行一棒比赛，邀请韩国歌手赛来献唱。大家伫咧跳唱的同时，附近住户开始反映，大巨蛋内底伫跳，外口搁伫摇，是真困扰。向市议员反映，希望改善。叫苦连天的原因是，这3年来，除了市府高官的承诺束之高阁，对比1999投诉的回复，就是一个罐头式的讯息。市议员认为，相关情况已经不是头一摆啊。对张惠妹演唱会到4月有日本摇滚乐团表演，结果到这摆事件，也附近的民众是一直议论。在这个马路周围，应该之前都听说演唱会有震动的感觉。我们是觉得还好啦，
没有太大的影响啦，就是人潮比较多啦。对着台北市府考量避免跳叮当效果一直拢无好，而且无约束力，加上离赛表演佫在引发民怨，台北市府要求相关单位要注意加调整。有关昨天演出者之互动方式，体育局已通知远雄与主办单位务必注意现场状况与相应调整。台北市府局已经出公文车婉容决定公司伫6月进前恢复演艺改善方案，未来伫冬期申请审查时会考虑演出团体表演形态，避免引发震动，造成市区也社区的困扰，也对配合调整单位，予以冬季优先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白宫又搁传出庆案，伫咧台北时间今仔日早起6点左右，白宫的外口传出几落10枪的庆声，有一个查甫人实行对特勤人员开枪，后来伊嘛去互特勤弹着，送病院救无转来。也若发生庆案的时，美国总统川普是人就伫咧白宫内底。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a deal is close,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ABC 新闻的白宫资深特派伫白宫北平草坡进行连线时，后壁向表出29、30声连环庆声，互伊行甲去苦乱。Promises the prices will go down, but his grip on Republican support on Capitol Hill is weakening. 另外，一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记者也互伊直传出来庆声，中断连线赶紧闭起来。无到1分钟了后，现场记者拢互全副武装的白宫特勤叫入去干报室，并且甲规个白宫封锁起来。一时间，白宫内外全部是手提长枪太平的武装人员，附近的几路区也围观警察车甲封锁线，负责白宫维安的枪手也赶紧爬上白宫厝顶来等待命令，气氛是真紧张。也若总统川普为着避免中间的紧张情势，拜六是伫咧白宫内底联手，为此取消所有行程，包含细仔后生唐娜的婚礼。庆祝发生无到2点钟进前，伊则伫真实社群宣布，避免中间已经大致上完成谈判，荷姆斯海峡也会重新开放。根据特勤局后来伫社群媒体所发布的声明，这个庆祝是发生伫北京附近第17街甲宾夕法尼亚大道检查站，庆祝先是对特勤检查站的人员开枪，刷来特勤来回击，也伫调情了后送医不治死亡。也伫互相庆祝同时，有一个记录人互枪支拍到，伤势真严重。后来查出庆祝的身份是来自马里兰州21岁查甫人贝斯特。纽约邮报报道，贝斯特自认是耶稣基督，有精神健康病史。伊对白宫的特勤人员来讲，并无身份。过去一摆坐摆伫白宫各个入口踅来踅去，互法医命令袂使接近白宫。It's scary. I mean, we live in scary times. It seems like there's violence all the time. You can see I'm wearing my volunteer jacket from Boston. You know, I was there when the marathon bombing happened. So, like, you know, I feel like it's sad to think we haven't come very far.这庆祝发生无到1个月进前，4月25华府的白宫记者晚宴，才发生庆手走入去会场来开枪，造成总统川普伫特勤的暗号下，香港离开的情形。虽然这伫白宫外口的庆祝真紧伫1点钟内底解除警报，不过也是互现场人员真惊吓，佮警戒。公视新闻网路媒编译。泰国宣布要缩短大多数国家免签证的时间，包括台湾在内，拢为原本的60日变作30日。泰国政府讲，这是为着要防止有人利用免签证的待遇来犯罪。泰国政府宣布要大幅缩短免签的时间长度，伫目前的制度下，有93个旅客有免签待遇，会当伫泰国停60天，其中多数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免签期限会改做30天。若准想要停较久的，就需要去移民单位申请签证。泰国外交部长希哈什表示，安尼做毋是针对任何国家，是为着泰国的安全。因为当局发现，本意是要促进观光的免签政策互滥散用，真侪人用来伫泰国做人口贩仔、毒品走私等犯罪，所摆决定缩短免签证的时间长度。不过有不少外籍游客认为，伫泰国旅游原本真自由，即马政策改变可能影响旅游安排。It would affect our plans a lot because we initially came here with no plan of all where to go. We just said we'd get 5 nights accommodation in Bangkok, would hold up there, and then we'd kind of figure out our plan from there. I think a 30-day visa though would really restrict you in what you can see in Thailand. 当地受民众认为免签的规定调较硬的，对维护治安有帮助。รู้สึกเห็นด้วยเนา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ไป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เราต้องขอวีซ่าเพื่อ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นเราก็อยาก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อ่ะมันมี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มากกว่า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ยิ่ง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ยอะหลายประเทศเข้ามาเยอะอาชญากรต่างๆมันก็เยอะ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คิดว่าไม่ค่อยเห็นด้วยกับเรื่องฟรีวีซ่าเท่าไหร่
ค่ะคิดว่ามันควรมีมาตร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หรือว่า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ดกรองคนที่จะเข้ามาให้หนาแน่นกว่า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观光业是泰国重要的收入来源，占泰国 GDP 大约10%。今年目前为止已经有1200万的旅客拜访，不过2020的新冠疫情冲击泰国观光业，到今也未完全恢复。若官方即卖又搁有按签证规定，业者烦恼可能进一步影响观光收入。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的部分是为30度到35度；东部为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为26度到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